食饭时间，食饭一定爱豆豆仔食，唔通伤过赶紧。过去捌发生过有人鱼翅掉伫咧脑梗，甲气管堵烫过代志。若最近高雄一个富人人食到鱼仔鱼翅，这支长差不多3公分的鱼翅掉伫咧腹肚内底走来走去，上尾胃一直到大肠，搁到大肠头，引起到胃肠发炎塌掉咧。因为几落工放袂出来，腹肚疼甲挡袂牢，赶紧去医生看。医生发觉了后嘛，赶紧处理。若无可能引起到腹膜炎、败血症，就搁较食力。天气转较凉冷咯，来甲食一碗烧火火的沙丸鱼糜，也是讲用清的红烧的这鱼仔料理，拢真有人爱食。不过爱记你，若是要食的时阵，就爱较细致豆豆仔来创。高雄阁有一个老妇人人，伊伫咧食鱼的时阵，甲鱼仔翅甲吞落去腹肚内底，即支鱼仔翅就安尼对规来到胃，再搁到小肠，尾啊掉伫咧肠仔洗弯的所在。脑断层就是意外的发现，就是在大肠里面好像有一个疑似鱼翅的东西，然后再详细的问，就是阿妈和家属，就好像说前几天是真的好像有吞到一根鱼翅。这个80岁的老阿婆，伊家己嘛唔知影讲有去食鱼仔翅入去。迄是因为有几落工去便所拢放袂出来，腹肚疼，伊疼甲挡袂牢，才去予医生看。头起先想讲是一般的这个闭结尔，不过医生甲抽血，才发现讲白血球的数值真悬，有幻动的现象。甲进一步检查，才发现讲伫咧大肠上尾的挖角，发现讲有一支鱼仔翅掉伫遐。通过肠子的部分，基本上就会造成肠子的发炎啊，甚至你在里面消化的一些粪石啊、粪便就会跑到腹腔里面，造成一些腹膜炎啊、感染症。这个 case 比较特殊是，它这个位置比较少见。加再讲有进来发现，也若无，唔是讲干那肠仔发炎尔，较严重的，也阁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腹肚膜炎，甚至到败血症。医生讲，若是去吞到遐尖类物件，假使讲若是有出现脑后头会卡卡，吞物件会疼，甚至讲是胸腔会疼，这都要紧去予医生看，唔通来误信偏方。也若无，这个尖类物件更烫伫个腹肚内，就算讲是一支鱼翅尔，嘛有可能会害人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